作者千禧董事長，關於夢幻島牌照，假若你們是小品神，最好要量力，而為去考牌照，一個參與考牌照就需要35億美金人間幣。這些考試需要原卡或以上身份證先可以參考。當然實體遊戲 App 入面都有得考試，不過需要一次過繳交一定過關卡的費用，方可參與考試。你們可以參加實體遊戲，由初級者到職業玩家，全部在實體遊戲都是可以賺取真正現金或獎金。當然有些實體遊戲是不需要牌照，方可以參加體驗玩樂。有關牌照都是設計師或其他另類求的執業牌照。你們普通玩家可以參加實體遊戲 App 玩樂，我本人覺得沒那麼必要普通玩家去成為開發者。要成為開發者需要一段很長的天路。實體遊戲而設計好，你們普通玩家參與就可以，因為神界有神界的規則，所以小品神仙有得玩就可以了。不要想東想西。當然參與實體遊戲需要原卡或以上身份才可以玩。